你怀孕的事，太医已经告诉朕了。就算太医不跟你说啊，你也知道了。今天早上绿篱啊，在我宫门口发羊角风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个宫都知道了。有什么吃穿用上的需要，尽管和内务府提。皇上，你也别因为我有了身孕，就冷落了幽兰殿那边，毕竟那边也需要您啊。你知道了。哎，皇宫就那么大，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儿，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呢，是吧，强公公？你这是在说反话吧？朕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，只是那天你的态度，令朕实在无法开口。皇上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高兴。你高兴什么？我为皇上高兴，为江妹妹高兴，也为我自己高兴。你自己高兴是为什么？因为怀孕的不是我啊。皇上，你看哈，如果我跟江妹妹各生一男一女，就太好了，将来也是个伴儿。皇上呢，也早日儿女双全了。所以啊，我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开心啊。别说了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冷落了江妹妹，你就大胆放心的去照顾她啊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事。齐胜啊，这是在和自己发现。皇上真的没有打您吗？刚才动静那么大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没事儿。娘娘，娘娘，您看这小衣服多可爱呀！可爱，可爱有什么用啊？您真就不打算自己生一个？我？让我去生孩子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等您真有了孩子呀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